大家好，我哋係日翠玉器，我只賣天然緬甸 A 玉。今日同大家睇下啲唔同顏色、款式嘅觀音，有花青，有紫羅蘭，有緋紅分色，仲有個玻璃種。觀音有坐蓮，有坐下，有站立，有不同顏色，有不同種質。花青冰種，紫羅蘭坐蓮觀音，一個玻璃種嘅觀音，分色。日翠玉器有不同款式、顏色嘅玉觀音可以供大家選擇。有興趣嘅可以落嚟門市睇下現貨。好，今日嘅視頻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係日翠玉器。